美人鱼的美梦，张庆芳。看伊念伊，捌几字。恁囡仔时上爱耍啥物？我上喜欢的，就是耍水。听阮阿母讲，我自婴仔时就袂惊水。别个婴仔是洗身躯，洗甲嘛嘛好。我颠倒笑甲叽叽叫。若是洗伤紧，我阁会受气无欢喜。3岁外的时，阿母讲美人鱼公主的囡仔故，互我听。听公主逐工伫海里游水兼佚佗。我目睭金金，甜阿母哭哭问：公主到底是安怎受的？自迄天起，我三不五时就想要做美人鱼。有一天，趁阮阿母咧困觉，家己塞椅头仔倚伫灶骹的水槽仔边，爬去里内底漏水做海来游，感觉家己修甲袂输人鱼公主。当欢喜的时，煞互阿母发现，规灶骹已经水淹金山寺。落尾当然是互人修理甲金死死。毋过，若伫房间耍，阮定定会招阮小妹，甲棉照被厝咧做海影，人趴伫顶悬看啥人游较紧，也是姿势甲趣味。阿母看我遮尔兴，规气互我去学游水。头摆上课，我甲游泳衫换了，就紧走去游泳池边仔，想要跳落去。无预告，互教练挡咧，讲骹手爱小震动咧，落水才袂抽筋。只好鼻仔摸咧，对教练做操。等教练话讲好，落水，我随冲大声，咚声跳落水。真正是7月半啊，毋知死活。我根本都还袂晓游水，无3秒钟就伫遐5、6、30。边仔咧游水的阿伯，看毋是说，随甲我插起来。虽然头一摆就遮尔刺激，我嘛无着惊，颠倒愈坚心，面烂学。对迄天开始，上游泳课较赢耍电动，事事项项拢趣味，拍甲哪涂炭嘛无要紧。过无半冬，掠高手、甲马手、
趁笑愁，拢学了真识手，修甲亲像海中生物共款，有速度，搁水快。毋过，遮个姿势，拢毋是公主咧受的。为着完成美梦，我一直让教练教我教海猪仔游。开始学海猪仔游了后，煞发现做美人鱼无遐尼啊简单。我的腰甲骹，毋管安怎震动，伸手都收袂行。毋过我无失志，游完拼死练习，一定爱变公主。总算感觉家己有进步，偷偷啊欢喜有小可仔成美人鱼的时，拄好小妹有一天咧看电视，雄雄大声喊讲：“阿姊，紧来，你收甲哪即尾咧？”我随装起看，哎哟，我即尾美人鱼它会变做水车咧！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